过了，来了很久了。Bener kan? No, but I would. 哎，这个整个是有多大面积啊？人口只有300。就是卖公物，我老大就是下次国外不一样，它是公物方面。走吧。在上面等一下，以后有人行，这我把他们在这里。这里搞乱了。看到吧？就我们那个时间。看手机上来了。手机里看不看？你把它挖一个边就行。那个皇宫里面有什么呀？我不进，不知道能看。装在这个视频上。
这个你先去呗，他基础。